今日即卖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2月26号。今仔日个经文是诗篇22篇22节到31节，创世纪45章25节到46章的第7节，使徒行传第5章33到42节。今仔日想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找求上帝的旨意伫创世纪中间，咱看见着约瑟甲伊的阿兄的即个记载。有人讲因为着约瑟伤过骄傲才惹来即个杀身之祸啦伊自细汉就足爱做梦啦佫讲啥物所有的兄弟包括伊的爸爸妈妈拢爱来伊来跪拜啦安尼听起来，计算真正是安尼足骄傲足爱黑白做梦安尼但是无想到做梦却是上帝互约瑟的一个恩赐伫将来伊伫埃及的时阵，用解梦来化解伊的危机啦面对的危机安尼这嘛是上帝放伫约瑟身上真特别的旨意。伫拄发生的时阵，无人看捌，也是明白旨意就是讲代志拄咧发生的头前即段的时阵啦是毋是咱看着约瑟的阿兄根本就毋是咧找求上帝的旨意，因是因的基础是放伫个人的角度，是毋是因为安尼想要来杀害因的小弟？咱倒转来看约瑟，伊的角度完全无共款。伫今仔日的经文创世纪45章第5节、第7节，就是较头前的咱看见约瑟甲伊的阿兄相认，面对即个捌陷害过伊的阿兄，伊安尼讲呾，毋免因为卖我来遮忧闷家己来怨恨，这是上帝所找我代先恁来，因为要保全性命。即句真重要咱伫即所在的期已经2年有5年无通建造，无通修成。后壁第7节搁较清楚，上帝找我代先恁来，是为着要甲恁留存的种族伫世上，搁要行伊的大拯救，保全恁的活命。这个是约瑟伊所认知的，才着咱来讲是伊的苦难啦真正是要找求上帝的旨意，实在是无简单的一项代志。真侪牧师伫咧教导中间会提醒基督徒讲，祈祷得到主的欢喜，上帝就会回应；祈祷无符合上帝的旨意，上帝就会甲咱延后照伊的旨意来施行。或者是讲上帝根本就袂允准。咱应该安尼讲，上帝回应祈祷是完全照伊的旨意，照伊的计划。好，咱参照今仔日的经文，上帝甲雅各、以色列讲：我是上帝，就是你的老爸的上帝。你落去埃及，毋使惊免惊，因为我要互你伫遐成做大国。我要甲你三甲落去埃及，我也的确带你起来。约瑟要手放伫你的目睭，互你愧就是讲咱像互我去安尼啦咱继续看落去，伫出埃及的时阵，有真侪人袂明白讲上帝是安怎互雅各全家搬去伫埃及佮互因安尼拄着苦难、受着奴隶的即个使命。首先，咱来倒转来伫昨昏的经文中间所讲的创世纪15章，上帝
甲即个阿伯兰安尼讲，你的确着知你的户下要出外伫别人的地，佮服侍迄位的人，迄位的人要苦楚因400年，因所要服侍的国，我要办因。后来因要带济的财物对遐出来，恁要安然倒去吼，食长岁寿吼，互人埋葬。到第4代，因要搁倒来遮，因为阿摩利族的罪枵袂满吼，就是讲上帝时间还袂到啦。简单来讲吼，所以咱会当看着讲经文伫创世纪即个阿伯兰的时阵，上帝来讲足清楚啊吼，有关上帝救赎的计划是透过摩西，伊讲即个摩西即个名翻译做讲我对水甲救出来啦吼，所以即个救恩是因为外邦的法老王的查某囝来成就。就咱亲像圣经中有济救恩的记载共款。咱今仔日看到另外一个经文，《使徒行传》第5章。当初来教会发展的时，门徒就拄着济的人对犹太教的迫害，也好咱亲像保罗还未受感动信主进前，伊就是迫害基督徒的拍手。保罗为着家己辩证的时阵，伊也捌安尼来讲。伊讲我原来是犹太人，生伫基利家的大数，成长伫即个城，也伫加玛列的门下接受着祖先真严格的律法的教示，热心对待来侍奉上帝。亲像恁众人今仔日一样，我也捌逼迫奉即个道的人，就是基督徒吼，伫到死，无论男女，拢甲锁伫甲掠起来伫落监吼。这是大祭司甲政长都拢通为我做见证的吼。我阁领因的命令吼，甲去甲即个兄弟的即个书信，去甲大马士革，要伫遐来迫害吼，迫害即个基督徒的时阵，就受着即个主的甲警调啦吼。所以咱来看去讲，迄个受着专门咧训练犹太教，吼，即个律法的老师，也是讲犹太教杀手的老师，吼，保罗啦吼，保罗的老师，即个加玛列，伫遮却徛伫传福音的门徒的立场咧讲话啦吼，上届无咱看到伊无徛伫迫害者的立场咧讲话。这毋是上帝的旨意，还佫有啥物是上帝的旨意、计划，也是讲安排呢？其实真正追求上帝的旨意，实在是真困难啦吼。但是咱若咧敲找的时阵，无要愿意顺服，迄着佫较困难。所以若顺服，基本上就无介困难啦。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2篇23节到31节，创世纪45章第25节到46章第7节，使徒行传第5章33到42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寻求上帝的旨意。创世纪当中，约瑟跟他的哥哥们的记载，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有人说这个约瑟呢，其实是活该的，因为他太骄傲了。他从小时候呢就很喜欢乱做梦，又说呢，所有的兄弟甚至还包括他爸爸妈妈，都要向他来跪拜。但是没有想到说这个做梦呢是上帝给约瑟的一个特别的恩赐。那在将来呢，他在埃及的时候呢，他是用解梦来解决他所面对的困境跟危机。这个是上帝在约瑟的身上所放的特别的旨意。
但是当这个所有的事情在刚刚发生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人看得懂的，或是没有什么人明白上帝的旨意。甚至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根本就不是在寻求上帝的旨意呀，他们完完全全是基于个人的嫉妒，甚至想要因为这样子来杀害他们的弟弟约瑟。我们反观看受害者约瑟，他在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的经文更前面一段，就是创世纪第45章5到7节的地方，约瑟这样对那一些曾经陷害他的哥哥们说道，他说，但是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情焦虑自责，上帝为了保存大家的性命，亲自差遣我到这里来。这地方是饥荒，到现在才2年，还有5年不能耕种，也不会有收成。我要保存你们和你们的后代，上帝差我先到这里来，用这个方法来解救你们。什么方法？让一个受逼迫者、受害者、受卖者去当宰相，然后来管理整个埃及能够救以色列的人。真的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了在很多的牧师他们在教导基督徒的时候，他们都会说祷告蒙主喜悦的话呢，就是上帝会回应了祷告如果不符合上帝旨意的话，他可能就会延后甚至呢，上帝根本就会不允许其实或许我们应该说，上帝回应祷告是完完全全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按照他自己的计划，这不是人能够懂的如同今天的经文里面所记载的，上帝告诉雅各说，以色列，上帝这样告诉他说，我是上帝，是你父亲的上帝，不要怕，到埃及去，我要使你的后代在那里成为大国，我要亲自和你到埃及去，并且亲自带你的后代回到这土地上，你死的时候，约瑟会在你的身边送你的终继续再看下去的经文呢，一直到了出埃及记那很多人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上帝让雅各的全家搬迁到埃及？那就因为这样子，就造成什么？造成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受苦让他们遇见苦难，被奴隶。首先，我们必须要回到昨天的经文里面。创世纪15章这样的这个经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明白的。上主对他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代流浪异乡，被人奴役，被人虐待400年，但是我一定要惩罚奴役他们的那一个国家。他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将带很多的财物。至于你自己，你会享长寿，平安的离开人世，入土为安。过了4代，你的子孙才能回到这里，因为我要等亚摩利人罪恶满盈，必须惩罚的时候才赶走他们。再其次呢，我们看到有关上帝救赎的计划，是透过摩西。他说，这个摩西的名字是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那这个救恩其实透过了外邦的法老女儿来成就，不是吗？就如同圣经当中有许多救恩的记载，其实也是这样子上帝就安排了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来完成这样的神迹奇事。另外，在另一处的经文《使徒行传》第5章，初代教会发展的时候呢，门徒就遇见了犹太教的迫害。就如同保罗，他早期还没有受感动信主之前呢，
他就是迫害基督徒的打手。保罗在为自己辩证的时候呢，也曾经这样子的说道。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祖宗严谨的律法守教，热心侍奉上帝，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经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他在这个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为我做见证。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的时候，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所拿，带他们到耶路撒冷受刑。这来形容他怎么样去往大马士，然后被感动信主得救。我们回到经文里面说的，提到了一位训练犹太教杀手的老师加玛列他虽然是犹太人，是这个文士夫子他还专门在训练学生，特别在律法上面，他基本上是非常犹太的，因为扫罗就这样子，可是他却是活出不太一样的生命。经文说，这个训练犹太教的杀手的这个老师呢，却是用在那边为这些传福音的门徒立场说话，或是说我们说他至少没有站在逼迫者的立场说话。这不是上帝的旨意，还有谁可以这样的计划跟安排呢？这其实是很困难去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我们如果不顺服，当然就很困难了那更简单的说，如果我们是顺服的，那么寻求上帝的旨意就不难了。